这礼拜美国的联准会、英国、日本甲台湾这些国家拢会公布上新的利率。外界预计讲，美国的联准会有90%的几率会降利息1码，咱台湾的利率应该是会维持哦。除非是想要互新台币落价，才有可能会降利息。拜一台股一日开盘由红翻黑，就算徛起25000点，不过盘中捌到190点。看台股台积电开价走价，盘中上价捌到1250，落10块。分析师认为讲，市场受到联准会可能降息的信息，目前台股并无转弱，嘛无利空的现象。按算这礼拜伫24000点至25000点来回回。如果降息1码就符合市场的预期，就没有太多的火花。如果你降息到2码，乐观的情境之下，当然市场会欢迎，就是说你降得越低，我资金可以更多进入股市。降息降太多，是不是代表FED 认为就业市场状况很差，有衰退的一个疑虑？那这个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反向的一个作用。市场预估会因为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无同，台股可能会出现3种无同款的走势。假设今年甲明年加起来降息是5码至6码，基本面行情可能会接续落。降息若超过5码至6码，美股可能会面临真大的压力。非 AI 的股票基本面的行情可能会无好，也若加起来降息的幅度伫5码至6码以下，台股可能会有1成以内修正的压力。外界预估，美国联准会即届以降息1码的机会上大，也若咱国中央银行可能预期无改变。如果我们想要新台币贬值，又不能直接干预，解决方案就是降息啦。所以说，这个部分我是认为央行或许也可以再考虑啦。但是在这一次央行理事会里面，我个人的判断是，它应该还是维持利率不变。学者分析，目前国内通货膨胀的情形稳定，国家中央银行无升息的必要。不过，咱国产业当面临关税甲台票起的冲击，中央银行阁袂当直接介入汇率的情形之下，无排除会透过降息，互台票变较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